客家文化嘅定義係乜嘅？定義係乜嘅啦？客家文化嘅乜嘅意思啊？嗬，客家文化當然最基本嘅就講天，你要客家嘅啊，天愛文學先嘅啊。你愛屬於嘅客家文學，各位觀眾，歡迎大家今日來收看維基百科嘅節目，我係徐貴陽，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兼任助理教授。今日我哋同大家來上課嘅內容係客家文學，乜嘅客家文學，請大家慢慢收看。今日同樣有3個同學，我嚟同大家講下客家文學個，一下就來請有3個同學來自我介紹一下喲，3個請。先生好，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鍾家基。大家好，我係邱漢晴。先生好，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陳冠。各位同學，而家你都開始嚟上課了。聽講家基同學講有客家文學作品哦。係咩嚟？係音樂台嚟本大家嚟談下嚟啊。先生好，今日寫嘅文章很多阿婆你好嘛？太啲好我就念一段我寫嘅文章。今日係瓜子嘅日嚟，我老婆下嘅日，雙喜老婆拜阿公婆，老公女講，搶命前後思田，搶命後後種田，能買注重田，不忙注重年，能買注重康，不忙注重生。佢就係以前人講嘅10個字可以擺樹頭嘅概念。故所我就寫了篇文章，就係紀念我嘅阿婆。瓜子嚟做嘅時節就係想到啲事情。挺感人啊！哎呦要按後生嗬，去寫按好嘅文章嗬，我相信嗬，大家嚟讀一篇文章，可能會行一個你嗬。你會寫到嘅客家文學嘅雜誌地位未啊？幾期啊？第33期。好，今日咧，呢度嚟講下嘅客家文學啦，嗬。今日嘅莊家基啊，莊家基一同學寫咗按好，2個嗬，一後尾拿筆來寫咧，嗬。今日你講嘅就客家文學啊，嗬。先生，係想問哦，該客家喲，我係冇問咧，係先，那就按照要通乜嘅數模啊，你講嘅。唔讀書啊，唔當醫學組啊，所以讀書啊，係因客家文學要讀過冇啊？冇讀過咧，咩？睇你哋，乜冇嘛？梗係要讀過。繼續上網讀啊嚇，學呀家基同學啊，寫啲文章好啦，寫文章要俾人財產咧，去伴你會睇人看啊，伴睇人看咧。所以今日講嘅客家文學啦，先生啊，有喺上去問學嘅客家文學嘅定義係乜嘅？定義係乜嘅啦？客家文學嘅乜嘅意思啊？嗬，客家文學當然最基本嘅就講天，你要客家嘅啊，天愛文學先嘅啊。你愛屬於嘅客家文學有兩種，你個大家客家嘅無天嘅文學，一條要文學嘅形式啦，係。其實我想講文學乜嘅係文學嘅。一般嚟講，文學嘅啊，嗬，當然主要要文學嘅審查嘅啲嗬，就一般講形式啦，嗬。文學有形式，有內容，有目的。譬如形式，你要用乜嘅？用詩，詩歌，又係講散文，又係小說，又係講用劇本、戲劇，又係講乜嘅劇本嚟嚟表示形式。內容表達咧係乜嘅題材，乜嘅內容。當然目的，唔寫文學嘅有乜嘅目的，同人講乜嘅，講人嘅思想，也講人嘅乜嘅故事，也講乜嘅經驗，也乜嘅，也個希望突出要突出乜嘅東西出來，安尼嗬。譬如也做嘅一般嘅文學嘅三大目標咩嗬，嗰度也做嘅文學是當然
文學先行來加修辭，修辭，恁樣嘅將一個文詩，嚇一個去美化起來。其實語言係真重要嘅，嚇，也係種重要嘅，嚇，將佢同一個語言嘅美化有美感，突出來，知道哎呦安詳，嚇，唔係講嘅當出拍嘅東西啊，嚇，也做文學咪嚇，所以文學嘅要經過啲修飾嚇來形容過嘅，我有咩也總可以講一種嘅表達嘅形式方面咪嚇，也做嘅。你白講嘅文學，文學先咧安尼，所以我要客家要文學先咧，也就會總講客家文學啦，安尼。先生啱想強調一下，係講緊唔係客語咯，唔過係故事，客語故事，咁樣咪做得順客家文學咩？哦，當然咯，客家文學唔係客家人寫嘅哦，也唔係寫俾客家人看嘅哦，客家文學萬人就寫得。好，不管佢用乜嘅形式，用乜嘅語言，用乜嘅文字來表達，主家嚟講嘅基礎嘅作到800多客家文學嘅兩集嘅全體嘅內圖嚇精神，也乜嘅就係至於講佢係咩客家人，也冇唔係大問題，就變咗嚟講。客家人冇啲寫客家文學啊！太極家就係製作的詞款啦。萬人製作人寫客家文學。一隻文化關係，一隻語言。對，一隻文學嗬，萬人製作人寫，唔係講行人都寫，也係作者唔係大問題啊！作者唔係大問題。了解。先生，我想問，從客家文學、客家說唱。也掉下集權，客家人扮演憲法嘅歌詞語言，解未算客家文學係冇。我而家從一堂半一堂講三三堂書冇哈，摘茶愛摘，計量3皮拿，咪堂嘅實，又係好選擇題，落三個。三個字平板，攞三個，錯冇？3比2啦，3比1啦，嗬，反正攞三個啦，嗬，攞三個嗬。桃花開來，桃花那裏旺？阿哥來相妹，要嘅兩三行，又係乜嘅？平板哦，平板哦，平板，你講平板啦，小跳啦，係啦，小跳啦，嗬，也就講嘢嗬，也客家山歌嗬，也嘅歌詞啊，出去完完整整咧，做講係做客家嘅文學，客家嘅文學，因為呢，也按照民間文學啦，民間文學嗬，就係講你流傳到民間地位，用按樣形式，嗬，按照廣創文學啦，廣創文學，就廣創文學就喺民間一直流傳下來，冇講幾個呢哦，早期人頭尾人哋嘅詩經有冇？詩經啊，地位就係廣創文學啊，詩經地位嘅風雅頌有冇嚇？風雅頌。跟住頭尾嘅主潮嗰條管弦嗬，音樂館啊，有冇下依採詩嘅地方嘅歌謠呢？其實嗰啲係做嘅歌謠，佢採取起來，記錄起來。啲客家山歌冇嘅音樂館去記錄起來。這個係建倉，還有廣州文還有乜啊？係種神話呀、傳奇啊，還有個故事啊，還有個詩篇啊，嗰個也有山歌，還有個童謠啊，童謠咩嘢呢？個人上要少講諺語啊，就全部要咩？一個民間文學，民間文學，所以講先要民間文學，嗰個呢仲要你講嘅書面文學，書面文學就你用寫作嘅呀，寫作嘅一般就一般就講大部分嘅一般人啊，就講有作者。你民間文學，它有冇作者？
就按紧讲紧传，紧讲紧传。啊，书面文学有很多传统文学。线上记住有啲聪明嘅口语相传啊，用嘅方式就错咧。係啊，所以民間文學係愛同講，人就談人要同別人講，叫談要同別人講。故所愛同講咧，唔同佢講嘅無天作，我接走嘅無天會走，係。走中意。係，也種民間文學嘅特性啦，口語相傳，會變異，透過大家來傳安尼。當然有文字記錄下來，可能就較唔會變嘅啦。錯啦，先生想問一下，即客家文化大地方有乜嘅分類啊，係有乜嘅內容，我哋小記下。線上來想問，假使講用順下話來寫，該做啲了解嘅人很難少，該有乜嘅好處？哦，一安尼吼，而家就講到吼。因漢人啦，吼，啲台灣都減少數啦，吼。講寫作嘅語言來看啊，吼，可能要寫客家文學，可能有人用國語來寫，都華語啊，吼，也有人用客話來寫，哦，用華語來寫就用國語來寫，同一般客。很多關於寫作其他文學，實在冇乜嘅無中央寫作方式，嚇，都係中央嘅安尼嚇。嗰個幾安嚟介紹客家寫客家文學，大家看得識，大家就知。所以我哋介紹客家文化、客家歷史、客家人物、客家嘅所有嘅思想，就大家就發揮到嘅你當法嚟多。啲一華語地位接到嘅。客話嘅詞彙落去嘅也有，像特別鐘離火有冇嚇？鐘離河，國家拉嘅鐘天明啊嚇，甚至像鐘少珍先生佢地位講嘅咩姚多少，李橋先生咩姚多少嘅嚇，接到客話落去。按呢時間當然就因為一種客家嘅文化方式嚇，客家語言嘅用落去，當然有人會講用。你可能有人會冇了解，不過了解層面去了解就啲嘢咩嗬，又唔會純粹講嘅客家文化嘅價值啦。錯，像以前嘅鐘少珍先生寫嘅李冰花，本邊人去做天陽啊，係咩係幾種是咩係吧？哦，嗱我最後就講用完全用純客話，以前就看唔同嘅篇文章啊嗬，即係純客話嘅文章。佢就講你按照客家母語文學啦，所以睇有分類藝上可能要，即係講兩類啦。一種就用不管哪種語言寫嘅嗬，來介紹客家嘅客家文學。藝就講也有可能就做按照廣義嘅啦，嗬，廣義嘅講廣義嘅啦，嗬。嗱嗰個用客話來寫客家，也係講表達自家嘅感情。表達自家嘅思想，表達自家嘅願望，也就會也用純客話，藝上也係嗰個寫意含義嘅啦，含義文學，係種可能做啲分有兩種嚇，用華語嘅也係講其他文學嘅，就較國較法啦，也用完全用客話就寫出來一說客話，然後較低，也就有啲人行業嘅話係看唔到識，係動詞吧，差唔多客説。會講佢唔會看書，因為邊樣係客家做佢冇教育，冇教育啊，冇教育，大家唔知講嘅事係乜嘅事啊，還有客家要按道強，按道強啊，有啲用詞又冇中央，講嘅語詞又冇中央，故所也要出邊嗰個本事嘅人係盲目嘅親接觸都多，如果唔怕。睇下多些也就會慢慢接觸。係上係上唔講嘅問題係上，就睇下主要兩類嗬。按嚟來看，我個人嘅看法係按樣啦。好，當然早期有嘅很多范文芳教授。我係見面冇睇見有頭前溪嘅故事、頭前海嘅故事啊，嗱我後來又將佢因為冇夾專輯，總那個杜潘方格那樣。因為寫客家詩啊，我記做幾尾先到寫日本，
日本的个东西，吼，翻译日本的东西，写日本的东西，尤其输日本教育，后来就有写法语的，到南美就写客家的安尼，吼，全部啲安尼转型过来，吼，啊，侬讲睇个也王志尧先生吼，佢最早的客家安尼鸡蛋馆，吼，后来呢就写半个台湾诗篇，还有客家乡音啊，吼，也就王志尧先生，啊，也有个很多邱一凡先生，哦，南庄的先生，佢寫一大本咯，吼，也是一本的啦，吼，也就會寫詩的啦，吼，咱個吼，音樂從他唔講音樂從先生吼，佢咩也按當年啦，佢咩寫青島客家嘅詩吼，醒目嘅不是落目嘅牛年書，係一大本啦，吼，也就詩篇。當然也還有個咯，廣元佢沒有寫，吼，沒有寫詩啊，吼。那個彭水林，吼，佢沒有寫到詩啦，哦。當然還有個從較後生嘅羅秀林，吼，佢沒有寫詩，吼。啊，從新竹也見苗栗人也啲品質好咧啊，吼，李年發佢寫詩。又同人冇中央，不提詞。70世紀世紀冇合約冇乜解啦，吼，哦，又做喺你客家嘅詩篇哦，睇下介紹下客家嘅散文就較多咯，吼，詩最多，客家嘅散文啊，吼，啊，較早期家講嘅范文芳先生咧老師的那個頭前海嘅故事啊，吼，那個過來。也就有一個苗栗嘅蔣萬洲先生吼，也寫阿舅間嘅故鄉，阿舅間嘅故鄉。阿舅間係乜？阿舅間就澳洲，東岳嗰種咧，東岳吼，佢做演員嘅，最人啊，叫咩野生亂鋪條子嘅時間吼，東岳，佢會醉吼，所以講。佢一般咯，有個調嘅吼，較惡嘅調咪當講起啦吼，阿舅間，吼，佢個也有寫阿舅間嘅故鄉吼，還有我也冇帶來像家講嘅廣元吼，佢咪有寫一道嘅散文吼，啊，那我一個莊徹民對啊，哦，啲莊徹民先生吼，佢寫兒童文學，按當然佢咪。寫一道散文，啊！佢寫散文，大概得獎哦，哦，那有得獎哦，哦，按照散文地位吼，捱要求人要出版一本吼，練16分啊，喺捱個本啦吼，至於個小說吼就較少，小說也發現到，當然也有新出嚟，捱就冇嘅呢。啊，我嗰種是南部有個人，很多方火田啊，佢寫咗表神，表神，佢也短篇小說。這是有些就會表嘅嘛。表神啊，表神係地位一道儲蓄嘅花啦，吼，儲蓄嘅花，哦，佢寫嘅短篇小說。啊，至於講劇本嗬，也有人寫，唔過咩冇多啦，嗬。嗰個呢係要等於寫種。苗栗農工嘅先生，好多齊清明先生吼，有寫乜個順口溜，開口說順口溜安尼吼，也就安尼一般嘅作家吼，同大家嚟介紹一下吼，就安尼大家了解嘛，依家係有啦，有繼續從下一擺冇聽說，咩變客家作家咧，嗬，多寫唔咧多寫，從嗰邊客家作家，吼。啊，有乜個比賽徵文吼，你後生啊，多寫一條歌，冇到唔怕咩？經驗，自家變自家財產咩？吼，你記得學習，係，好，還有乜個問？線上愛上嘅問，假使講用順下尾來寫，該做啲了解嘅人很難少，該有乜個好處？哦，一安尼吼。而家就講到吼，漢人啦吼，啲台灣都佔少數啦，吼，啊強調又多啦，吼，都係以漢人為主，
故所也大家要考慮啊。唔過吼，按你講文學來講吼，總講我唔寫到好，嚇就會出錯噶。錯，嚇你寫到唔好啊，唔寫百遍嘅翻譯文學入面冇嘅啊。好啊。所以講寫到好，也係最重要嘅。簡單講乜個好處？當然佢係按你表達，按你客家語言嘅一種靈魂的一種方式。因為呢，乜個很多中國文化，乜個很多美國文化，乜個日本文化，當然就會用加嗰個國的個文字來寫文化。個漢人的文字的乜個，當然就加漢字來寫按你客家嘅詞彙。哦，我也簡單講下，就講像木族的木，哈，用華語來寫就眼嘛，哈，眼睛。關於從那呀，從那麼個目前啊，哦，目中無人啊，哈，按用木以外哈，你客話係你全部用木較多，哦，關於哈用木呀的眼來形容啊，除了眼巴巴，眼什麼？眼前，然後眼巴巴這種詞彙以外，還有乜嘅？我媽有咩？眼汪哦，眼汪汪，望眼欲穿。嗰個講嘅嗰種嘅嗬詞彙，客話嚟同大家講，用做嚟用形容乜嘅？木黐黐，木雕雕，木時時，木nhẹ nhẹ，木咪咪啊。木奇奇，啊木奇奇就這樣，木奇奇，因為講啊，有隻國家人講，木奇奇唔係好東西，哦，嗰是講諺語啦，哈，諺語個木奇奇哈，有點三角形安尼哈，還有木葉，加個木葉，木劍劍，木剪剪，木雕雕，木雕雕，哦，我看。用眼睛形容安尼吼，就按客話，一條東西喺美講拿來用到按文學上，就表達按客話化嗰個特色啊、常通嘅啊。是夠重嘅，你像法語可能將西中。哦，一兩種天天咯，嚴謹嘅，哦，其他很正常，係講按客話有40字嘅疊字嘅吼，像講叮叮叮叮。哦，溜溜溜溜，講，黑裝作下。不是，海陸嘟韓國來咩？溜溜，哦啊，講係咪哈？哦，一條像係一條詩，一條如果按客家嘅特色嘅地方，有一個優美嘅地方，寫客家文學寫落去，就同翻譯就冇同樣嘅。咪是冇同樣，還有客家嘅諺語，哦表現到落去。哦，也就完全就咪是無同樣。哦，所以講按客話漢語文學用客話來寫，要加個特色，同樣無同樣。雖然少數，唔過按你寫得好，咁冇錯講。同時台灣做唔得冇漢人咧，有漢人第二大想法表示按你多元文化，按多元文化文學咩多元。希望大家全部同樣就變水龍頭嘅，希望所以你要統一規格啊，希望係同樣嘅啊，水管係咪同樣統一規格？嗰種冇乜嘅特色嚟咩？故所你這個行業要有知識啦，哦，唔好講因為少數人看，人就唔寫。當然，你跟人哋講我可能我未做得用，有時用客話嚟寫，有時用法語嚟寫，因為做得啦，冇聽講你。寫漢語文最聽漢語文咯，嗰時用較強調嘅，唔係講乜嘢英文咧咩？法文咧，係乜嘢嗬？唔係用法文啊英文寫客家故事傳到外國去，那就冇重要啊！家講過嘅啊，係咪學習冇重要？唔對客家要認同要關心，啊才重要。文學寫得好。優美講等一下，也就冇問題啦。以上係今日嘅你客家文學嘅課程，也下課了。你下禮拜再會神鳳大家安住社小夢兒多謝。